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精彩嘅預言，係關於耶穌嘅受難嘅。嗱，耶穌喺十架上嘅最後遺言呢，係要求天父接受佢嘅靈。嗱，呢句說話呢，表示啊，佢完全掌握咗佢生命嘅每一個情況，直到最後一刻噶。亦都表示呢，佢對天父有完全嘅信心，因為佢將佢嘅靈交俾天父啊嘛。嗱，呢個預言呢係寫喺詩篇嘅。咁喺耶穌十架上呢，同耶穌十架上所講嘅說話呢，係完全相同嘅。嗱，從呢句說話我哋知道啊，耶穌呢係必須自願地自己將個靈交上，冇人可以從佢身上呢係將之奪取嘅，除非耶穌係自願死，否則呢佢係唔會死嘅。佢嘅死呢係因為佢選擇去死。耶穌呢係死於自願嘅。佢唔係因為被敵人啊或環境所打敗而死，佢係為咗愛我哋而犧牲自己。佢嘅自願犧牲啊，將我哋從永恆嘅咒詛呢係拯救出來。為此呢，我哋永遠呢係感激不盡嘅。嗱，舊約嘅預言呢喺詩篇31篇5節講啊，佢話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。咁嚟到新約呢路加福音23章46節講俾我哋聽。耶穌大聲喊着說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。他說了這話，氣就斷了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